乖乖啊，他那时候没有近视啊，然后脸上皮肤蛮漂亮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心情拢无介好。哎呀，是蛮震撼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觉得他前途正是无可限量的时候。一开始听到是觉得蛮不能接受的，这是二中的杰出校友，也是国家的精英啊。你看30岁当到上尉，又开那个黑鹰直升机，这个是前途是无可限量的。哎，他觉得蛮可惜的。老师，我看你们学校好像也有楼下也有那个在纪念他的那些那个。对啊，哎，他们班基本上还蛮优秀的。当初有没有听说他去报考军校，还是？没有注意到，这个我就没有注意到，真的没有注意到。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？他是怎样的一个？他就是乖乖的，然后话不多，话不多，然后感觉就是这个学生蛮稳重，稳重、朴实、敦厚这样。跟同学的互动怎么样？他们班互动其实都不错，就整个班级，因为二中都是男生啊，他们班的互动本来就不错了。其实我们的刘上尉跟洪少将洪将军，其实都是一位是台南关庙，一位是住在永康，但是基本上都是非常优秀的台南子弟啊。碰到了这种事情，大家都深感不舍啊。但是其中洪将军在我们前一阵子去归仁基地绕军的时候，他特别有跟我们简介这个国军的各项直升机措施。事后会后合影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我隔壁了，所以算是跟洪将军有一面之缘，也特别谢谢他非常精辟的分析。今天碰到这个噩耗，我们觉得个人来讲特别觉得不舍。